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7月13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咱们看一看这个外资机构怎么看待咱们的楼市。我发现最近国外的一些机构又开始唱空咱们的楼市，所以我们也来批判的来学习一下。首先是野村证券，它悍然唱空中国经济。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与其团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，尽管陆港股市近期走高，但咱们沪市走得不错，港股走得也不错，但是他还要唱空，这个令人发指。野村证券说，但与过去几年相似，他说我们今年跟过去几年还要相似，怎么相似？说今年中国经济也会在年中出现转折点，年中不就是现在吗？居然悍然说咱们现在要出现转折点。咱们稳中向好的势头戛然而止，这个谁受得了啊？这是悍然唱空咱们的经济。野村证券说，尤其是需求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。报告预计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速将从上半年的 5.1% 降至下半年的 4%。它列举了几个方面，第一个，出口透支效应显现，上半年部分企业抢出口以规避潜在关税风险，导致下半年出口增长动力减弱。我觉得野村证券这个说的不对，既然上半年能够抢下半年的出口，上半年抢出口不就是把下半年的透支了吗？那我们下半年可以把明年上半年的透支，明年上半年再抢明年下半年呢？所以野村证券其心可诛。第二个，他说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中国房地产行业已是第5年的萎缩期，近期销量和价格下滑势头加剧，房地产行业仍然深陷困境。这个说法我也不赞成，因为咱们国内的很多专家、经济学家都说了，咱们楼市已经企稳了，好吗？这企稳回升，虽然政府说要以更大的力度去让房地产企稳回升，那也是企稳回升。所以说，野村证券说咱们的房地产深陷困境，这个说法不严谨。1到5月新房开工面积同比降幅仍在 22% 左右。房地产投资和销售持续下滑，对内需形成较大的拖累。在这些负面因素影响下，大多数城市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。野村证券也是多虑了，咱们专家已经建议政府发债，发长期国债，把开发商没盖完的房子没卖掉的全部买走，把开发商买走的地没开发的也买走，这不就是形成了内需吗？形成了销售，由国家发债出钱买完了之后做保障房，这个专家早有对策。所以野村主要是格局比较低，他没想到我们政府可以发债买房子，贫穷限制了野村的想象。第三个说消费刺激政策效果递减，去年启动的消费品以旧换新对零售额的拉动也将放缓，预计对零售额同比增长贡献从上半年 0.9 个百分点降至下半年 0.4 个百分点。以旧换新等政策虽短期提振消费，但难以持续，未来消费增长可能乏力。这个野村证券可以说叫一叶障目，不见森林。这个野村证券很少关注咱们这些正能量大 V。从胡锡进老师这个例子就充分说明，咱们的消费还有很多潜力可挖。你看胡锡进老师收入那是相当不错的，有保障，每年他的退休金都是增长的。胡锡进老师还有自媒体收入，但是胡锡进老师你看经常就吃12块钱的什么臊子面，还买2块钱的2个鸭头4个鸭翅。也就是说从这儿可以看出咱们消费还很大的潜力。等到胡锡进老师这样的人这个思想发生转变，响应政府号召，那这个消费还是能起来的，还有潜力可挖。所以说野村证券他看不到咱们这个实际情况，就断然下结论说咱们以旧换新对零售额同比增长贡献就没那么大了，相当短视。现在就万事俱备，就等胡锡进老师这样的人觉悟，响应政府号召，把家里的冰箱彩电都换一遍，我们很有潜力可挖的。野村说的第4个说是通缩压力加剧， PPI 持续负增长，企业盈利承压，进一步抑制投资意愿。这个说法也是比较老套，就是人云亦云，照本宣科，没有什么意思。我们现在都在想尽一切办法拉动内需，比如说为了招生，为了多招一些
幼儿园的学生把这个糕点做得非常好看，这也是创新。本来 P 计算图就行的，但是人家居然下本买彩绘颜料，这样这个小孩子铅中毒、血铅异常啊，这样你看要促进医疗，这一家长一个孩子一治病，终身要治病，这个能拉动多少内需，促进多少消费？所以野村他不了解中国，所以他做的这个报告就显得比较荒唐，居然说我们年终开始就要断崖式下跌，谁看了谁不生气？我们促进经济的手段非常多啊，随便拿2个出来，得够他们喝一壶的，就够他们研究一辈子啊。所以野村的荒谬的结论，咱们就不用再多说了。我们再看看高盛又开始出来大放阙词啊，这高盛前几年说咱们是 L 型复苏，后来他也不提了，现在他居然又出来，他说从全球历史数据看，中国房价将继续下跌，或在2027年触底。我不是记得高盛前不久不是说的是2026年吗？触底吗？怎么又往后偷偷的挪了1年？这个高盛到底有没有个准？一会儿2026，一会儿2027，一会儿 L 型的，对吧？一会儿现在又说什么外资看好人民币资产，也是高盛说的。我记得高盛还推荐了咱们7只科技股，其中有一只就是拼多多啊。这高盛到底了解不了解中国啊？他推荐的7只科技股可以跟美国的7只科技股相媲美的。现在研究机构的门槛就这么低了吗？还一直坚持不懈的唱空中国房地产的这个叫亚洲金融。他最近又发表一个结论，他说啊，2025年中国城市房价跌幅排行榜与房价的历史最高点相比，11个城市跌破 50%，25个城市跌破 40%，50个城市跌破 30%。如果未来再跌 30%，90% 以上中产阶层被团灭。根据瑞银公布的数据，中国接近半数家庭房产目前已处于账面亏损状态。47%的受访者表示，他们的房子现价已经低于买入价。北京大学2022年中国家庭资产配置调查，房地产在中国家庭资产占比超 70%， 部分家庭超 90%。 亚洲金融于2020年开始就多次预警大陆和香港的房价要跌 50%， 目前也已经兑现。亚洲金融也是坚持唱空，他们忘了一点，咱们的经济的韧性和弹性是海外这些机构他理解不了的，就像他们理解不了咱们吃草都能扛3年，他们也理解不了咱们有钱就是不花，所以他们做出的这些结论都是漏洞百出，显得比较草率轻浮。我们再看看还有一个世邦魏理仕，现在也在唱空咱们的写字楼市场。今天世邦魏理仕发表2025年上半年上海房地产市场回顾，悍然唱空上海的写字楼市场。他的结论是2025年上半年上海办公楼市场空置率 22.4%。根据他这个报告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上海办公楼市场共有4个新项目入市，累计供应量 30.2 万平方米，环比下降 3.9%。 其中第2季度共录得2个新项目交付，分别是四川北路的滨港中心以及位于浦东其他板块的新岸商业中心，共计体量 16.3 万平方米。上半年全市吸纳量环比上升 126%， 至 17.3 万平方米，整体控制率较去年年底上升 0.3个百分点，达到了 22.4%。 我们的上海的经济是，对吧，是蒸蒸日上，怎么可能写字楼的控制率比去年还多了 0.3个百分点呢？这数字可靠吗？可信吗？我们上海的房子5000万一套的房子都是秒光，1分钟能卖1个亿。世邦魏理仕他知道吗？他见过吗？所以说他就乱出这些报告。他继续唱空，他说在这个写字楼的租金方面，上半年全市租金报价较去年年底下降 3%， 至每月每平米247元，有效租金下降 4.3%， 每月每平米174元。你看世邦魏理仕这个确实不想在上海混了，居然说上海的办公楼控制率比去年上升 0.3个百分点，租金比去年下降4个百分点，就这么悍然的唱空咱们这个经济龙头。怎么最近海外的机构好像是不约而同
这都一起唱空呢？难道他们都拿到了美帝的指令，一切责任在美方吗？网上还在流传一些错误的观点，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基本面分析，说楼市价格无法维持现状的7大原因。说实话，这7大原因都很荒唐，我们一起看一下。他说第一个原因是人口14亿天花板，未来需求停滞，未来毕竟还没来，你怎么知道未来就14亿就是天花板？对吧？万一这个年轻人一下想开了，一个人多生2个也保不齐，还有一些人口没统计。你不是最近娃哈哈的创始人宗庆后宗老爷子，已故宗老爷子家里不就一下突然多了3个孩子吗？所以说这有的人他理解能力跟不上，老是盯着那数字有什么意义？你认真统计一下，说不定不是14亿人。那第二个原因，他说65%的城市化率接近发达国家。我觉得咱们跟发达国家国情不一样，我们城市化率还可以提高到85%。不要老拿西方的数字来套我们，对吧？毕竟我们这个经济的韧性、还有弹性、刚性，那都不是美西方能比的。第三个，老龄化21%，说2035年30%会退出更多房子，这个说法就不对了。确实，这个就是老龄化，你多大年纪叫老龄化？我们以后规定了80岁以下不能叫老年人，对吧？你要想称作老年人，那就必须80岁以上，这一下就解决老龄化的问题。这是事吗？这都不叫事。以胡锡进老师为例，胡锡进老师，你看现在他每天做200个俯卧撑，200个俯卧撑，他这是要不然90岁活啊。这第4个原因，他说老百姓手中库存20%，60亿平米闲置。对，显然是不了解中国啊。中国人就喜欢房子多，买了就空放在那儿。你想想，《红楼梦》里家父有多少房子是空着的？第5个，他说2020年人均住房面积50平米，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。这个也是鼠目寸光。我们达到发达国家水平，我们还要超过。谁说我们就必须人均住房面积比发达国家较少？所以这个也不对。第6个，他说2020年新建房产20亿平米，占全球新建住房面积50%，非常离谱。这个不离谱，我们中国人就喜欢房子。这个证据很多啊，因为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都是买房，走到日本买房，日本的房价涨；到新加坡买房，新加坡房价涨；到美国买美国的房子，到加拿大买加拿大房子，都是带动当地的房地产，那不都是华人吗？中国人就喜欢买房子。第7个，他说房地产商负债90%，杠杆率已无法继续增加。他这个思路都是用西方的那些经济学来解释咱们。这显然是牛唇不对马嘴。以万科为例，万科的负债多少啊？负债率，它再高有什么可怕的？它不有个好爸爸吗？轻轻松松借他200亿，那就问你要多少，你还要多少？有的是钱。所以说列了7大原因，证明房价没办法维持，说我们的房价要断崖式下跌。显然这个7个原因都站不住脚，都不值一驳，所以这个就只能供大家一笑。这网上也有传言，都是传言，说成都二手房买家零中介费。说这2天一则路边社消息疯传，传言称本月底成都二手房的买家将迎来零中介费，而卖家则要负担总房价3%的中介费。那这个明显是偏向于买家的买方市场。我个人觉得，这恐怕是有人主要是眼红。成都这几年房价一直在涨，新房价格在涨，他眼红，所以说他总是造这样的谣言呢，来这个引起恐慌。据说成都有超过27万的二手房挂牌量，这个深圳二手房的挂牌量才7.4万，成都居然有27万，那是差不多是深圳的4倍。你看，卖家承担3%的中介费，买家不用中介费，那就是鼓励你去买，但是不鼓励你卖，这个意思啊，以此来稳住房价。所以这个一定是传言，因为成都的楼市那一向是健康良性的，一直稳步在增长，怎么会出台这样的政策？我们再看看2025年6月份4大一线城市中原领先指数，有的机构企图从数据上面来证明这个楼市不行了。我们看它怎么说的，这个叫中原领先指数，说北京的房价环比下跌1.6%，同比下跌6.1%；上海房价环比下跌1.4%，同比下跌7.2%；广州房价环比下跌1.4%，同比下跌10.9%；深圳房价环比下跌0.5%，
同比下跌3.6%。这个是2025年6月4大一线城市中原领先指数。从月度环比数据看，除了深圳跌幅放缓，北上广3地房价在6月均出现加速下跌，北上广深的累计跌幅全部超过30%，深圳跌幅达到了40%。你看看这个中原领先指数跟海外的这些机构一唱一和的，似乎咱们这个楼市就要崩盘了，断崖式下跌。不说了，一线城市已经稳住了吗？我记得这个经济学家马光远去年9月还是10月就宣布一线城市稳住了，怎么现在还在跌呢？难道我们专家说错了？总之，这些海外的这些机构也不知道是接到了什么一个指令，现在居然纷纷开始看空咱们的房地产，看空咱们的经济。咱们要坚决予以斗争。我们还是要看看国内的媒体怎么报道的。第一财经今天它有一个报道叫有人买房零首付还能套取银行贷款，房产高频高贷，买家卖家或均涉刑责。这个国内的媒体报道咱还是可以相信的，可信度高得多啊。第一财经日报说，他说买房不仅没掏钱，反而能从银行多套出上百万元贷款。他说这种在电影里都不敢上演的情节，却在现实中日渐成泛滥之势。说这段时间高频高贷现象被广泛关注，灰色操作大白于天下，甚至还牵涉炒房客、职业背债人等社会群体。所谓高频高贷，简单点说，就是通过人为的拉高房产评估价，使得银行批复下来的贷款额度超过实际购房成本，最终实现零首付加多套取贷款的操作。这种看似美好的交易模式，实际有着巨大的法律风险。对于银行来说，一旦房产断供，将形成不良资产，加重银行的资产质量压力。对于买卖双方来说，或涉嫌构成贷款诈骗罪。说高频高贷现象也再次引起了银行的高度关注。近日，一张聊天截图在多个中介群传播，截图信息显示，某银行已经严查高频高贷业务，该行某支行已有多人被调查。不过，该图片第一财经无法证伪其真实性。一位知情人士对第一财经透露，确实银行已经关注到了高频高贷，起因是6月初对上半年例行风险排查时，查出了高频高贷现象。高频高贷套贷与风险链条。一家房产中介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表示，事实上高频高贷的现象一直都在，已经是老手段了，只不过在前些年房价处于上涨通道时，操作难度较大。一方面房价快速上涨，高频很难实现；另一方面，首付在3成、5成乃至7成时，能高贷的空间也十分有限。他说那个时候高频高贷主要目的是帮助客户实现零首付。他说而这几年随着房价步入下跌通道，首付比例下降至15%，高频高贷空间一下子就出来了。他透露，从疫情之后，高频高贷苗头就日渐显露，尤其是去年以来越加疯狂。2024年5月，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文，将首套房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不低于15%，二套房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不低于25%。同年9月，上述两部门再度发文，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不再区分首套、二套住房，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于15%。你看看这些本来是给这些刚需房、买首套房的人提供一些便利，把首付降低，结果成了不法分子牟利，不法分子把风险转嫁给银行的一个手段。你能想得到吗？这不本来这个政策初心是好的，降低首付，结果房子没卖多少，倒让坏人钻了个空子。你说这个要不是第一财经报道谁敢信？要是对吧，外媒彭博社或者什么路边社报道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第一财经说，据了解，高频高贷的具体操作模式是，中介机构或者操盘的金融公司专挑低于市场价的房子，联合评估公司把评估价做高，比如在不考虑税负的前提下，将500万元的房子评估价做到700万元，首付15%即105万元，剩余595万向银行贷款。对于买家来说，贷款不仅覆盖了房屋的全款，还多拿了95万元。为了撮合高频高贷，其中
通常还涉及买卖双方签订阴阳合同，约定银行多付给卖方高于房屋总价的资金到账后要返给买方。那么什么样的人群需要高频高贷业务呢？据上述房产中介透露，一类是小微企业老板，他们出于日常资金周转需求，想通过高频高贷的模式买房，顺道套出较低利率的信贷资金。如果通过正规的信贷、经营贷，这些小微企业老板或是资质不达标，或是面临较高的利率，而当前房贷利率仅 3% 左右。一类是急需资金的人群，他们需要借助背债人群体完成高频高贷，职业背债人被中介机构或操盘的金融公司包装成优质客户，帮人顶名买房，最后资金给到了上述急需资金的人群，而购来的房产最终走向断供，成了银行的不良资产。还有一类人群是炒房客，房产上涨的时候有炒房客，下跌的时候同样有炒房客，只不过后者是以时间换空间。上述房产中介人士称，如今业内有种说法，炒房客非高频高贷不买。炒房客在无法有效盘活手上存货的背景下，通过高频高贷贷出资金，以维系现金流，期待在未来房价上涨后获利卖出，风险留给了银行。刚才以500万为例，你中介联合第三方评估，把它评到700万，首付15%，那就是105万，贷款595万。实际上把这590万一拿，把那房子一买，你还多95万在手上。这个时候有人呢把自己名下其他的财产全部转移，没有了，就这一套房，把这个房子跟他老婆签个30年的租房协议，他跟他老婆离婚，这700万的债他背了，房子他老婆住，带着孩子，他也可以住他老婆家，没毛病啊。老婆还拿着95万，你看看都合适，那谁不合适呢？银行。这房子实际上顶天只值500万，但是他贷的可是595万呢。这房子还在贬值，银行亏多少钱？银行就是把这房子能处理能卖掉，亏多少？这个现象，第一财经日报报道，早就有这种现象了。那说明什么？说明金融机构有多少这样的房子？说明这个银行现在业绩水分有多大？有一天，当银行这个业绩被戳穿的时候，当这个纸包不住火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那是什么一个场景？所以说，房地产本身就在 ICU 病房，结果还搞出这么多事出来。每出台一个救市政策，结果救市没救成，效果怎么样咱不知道，但是坏人先利用起来了，不法分子先用。好，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